姐夫，时候不多了，现在不管是谁攥住佛牙，都不会放手的。佛牙一旦送进了宫里面，就更难弄出来了。哎，这我知道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呀，这个配的，想什么招呢？我好牙！哎，嚷嘛了，嚷嘛了！好牙坏牙还分不出来吗？行医几十年了，哎，捏了张嘴巴。慢点儿，慢点儿呀！慢点儿，养活孩子，这大姑娘养活孩子还得4个月呢，那才能见人影。来吧，你了。好嘛，冲刺牙！嘿嘿。还是老太太说的对啊，老爷我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。他在干什么？他要拔牙？跑这么远就为拔牙？不会吧？大护法李大人到！听着，无论是佛骨的来历，还是路上的情况，多一句话都不要讲。他会知道些什么吗？这不可能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，包括皇上。这些详情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明白，明白。李大人，大护法。哦，大护法，辛苦了。客居们功德无量。哎呦，其实这点区区小事，何必劳动大护法呢？近来啊，我一直在闭门清修，不理外边的事情，无奈啊，生命难违。也就是夜壶煮饺子，有什么用什么吧。护法真会说笑啊，请。好好好。哎，大护法，请。大护法带来了什么旨意呀？皇上夸你了。哎，主子错爱。你的本事还真不小啊。哪里呀？这颗佛牙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本辖区教众诚心奉献的。是吗？我看没那么简单吧。这一路上不是那么平静吧？大护法，这是从何谈起呀？我们西北教众也都是大清顺民，报谢天恩，有恐不及呀。哦，不对啊，我怎么算着有人要夺回佛牙，大有这个险象环生的意思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大护法还知道些什么呀？你们说了的我知道，你们没说的我也知道。请问这佛骨是来自西北的哪座寺庙啊？你真以为我就只会掐两下念珠啊？西北一带寺庙无数啊。扎伦寺。你们前世是什么变的，我都知道。真人，真人呐！雕虫小技而已，这大功劳还是您客居们的。出发！
西宁将军。嘘，他怎么也在京城？看来是亲自出马了。赶快告诉主人吧。不急，先看看他们去哪儿再说。 在上面。好，走。那儿。那边。 就在那儿，快走！大人，我就埋在这里，取出来啊！是。佛骨。佛骨，来让开。阿弥陀佛，这是佛爷的真身宝物。 上边一定附有咒语，若不加以小心，恐怕会惹祸上身呐。俊门，来的时候，好几拨人都差点送命啊！对啊，所以佛骨必须供奉在塔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护法，您有什么破解的办法吗？我虽然略通法术。 不过，在这真身佛骨面前，也不敢轻易卖弄啊！唉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谁放的就让谁取吧。大师啊！ 大师饶命啊！小的万万不敢呐！大师饶命啊！大师，任由佛骨就这样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哎，下无须弥宝座，上无遮天伞盖，一旦时候久了，这更为不祥啊！一旦佛祖动容了，触怒了金刚护法、诸天罗汉，那更不知道会降下什么霹雳手段呐！啊！ 您毕竟是亲命护法，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啊。唉，好吧，待我略做法事吧。哎，好。
好了，可保一时，可保一时了。哦，多谢大护法，这佛骨还是由在下保存为妥。阿弥陀佛。注意前后护卫，咱们奉迎回京。阿弥陀佛。走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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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哎，怎么样？拿到了？嗯。我去牵马。哎，你是说，佛骨到了克勒阿手里？是。我们亲眼看见他接过了佛骨。现在呢？已经迎回了他的府邸。为抢佛骨，连堂堂的西宁将军都亲自出马，看样子是势在必得。我也势在必得。真的拿到了？已经在客军门手上了。好，差事办得不错。客军门有佛骨在身边，现在不便离开，让我们代为请旨。佛骨是送进宫中，还是直接送到宝应寺呢？既然已经取到了，那就好办了。皇上近日正忙于何务？等我见空，请奏一下，也要回下太后的。这，一枚佛骨来得不易，要妥善安放。哦，客军门请再加派几名侍卫，还想请2名僧人，昼夜诵经，降妖除魔。你们安排吧。这。已经迎回来了，主子的福分大。那是太后的造化。快，赶快去回下太后，告诉老人家，她惦记的事已经有了着落。告诉太后，我还有几个侯上的人要见，事情忙完了我就过去，陪老佛爷用膳，当面道喜。什么时候拿到的？昨天。怎么不早回啊？这2天主子忙于何务，一直在接见各方面大员，所以差不多了。佛骨在哪里？在克勒阿那里，他已经来请过旨了。不错，不错，这个克勒阿不错。如今的旗下人养尊处优，成气候的越来越少，这是朕一直所担心的。看来这个克勒阿尚堪造就。皇上慧眼识人，告诉克勒阿，佛骨就不用送进来了，直接送到宝应寺去。朕亲自陪太后去宝应寺瞻仰供奉。这就是佛牙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！我上辈子积德，可见着佛牙了。这座宅子要加紧护卫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信上说没说怎么把人给换回来？啊，信上说，如果拿到佛骨，就在西海城隍庙庙外的铁狮的腿上系一根红带子。哎呀，赶紧去系呀！啊！真的把一个假佛骨放进去了。老爷，要是露馅了怎么办呢？遇见明眼人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佛骨是假的，那还了得啊！那是西宁将军克勒阿迎回来的，我只是奉旨陪同，是真是假，找他说话。哼，既然他要当一回贼，有吃肉的时候，就得有挨打的时候。只要把小魏救回来，咱们这次就万事大吉了。没错。至于他是火上房还是鸡飞狗，让克勒阿烦心去吧。就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叫仙人摘豆，小把戏一个。老爷的老本事还没丢。好久没玩了，有点生疏了。
老爷怎么还会什么仙人摘豆啊？哼，这都是小把戏。想当年我们老爷没遇到四爷之前，那是浪迹街头，大小赌场没有不敢进的。什么偷个牌呀，什么换个骰子呀，然后什么出个老千儿，这点小把戏那是边边角角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知道吗？看不出来吧？如今可是头品大员。这就叫王侯将相本无种乎？哎，对了，换进那个金盒子里去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一颗虫枝芽。啊！怎么样？回主人，克罗的住所外边又加派了新的侍卫，佛骨肯定就在那里。主人要快想办法，现在是藏在他那里，一旦送进皇宫的话，再取就更不容易了。抢了东西还藏在洞里，这也叫将军？他叫一只老鼠。可门口的那些人都是大内侍卫，看得出都是好身手。你怕死？我怕死。自从会骑马那天起，我就没怕过死。都不要说了。我这次出来，在杜母面前发过誓，不夺回佛骨，我金珠就横在马背上回去。主人。皇宫，我们是不能冲进去的。我们进京不是来造反的。现在唯一的机会，就是从克勒阿府里把佛骨夺出来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现在我们的人少，他们的人多，一旦动起手来，吉凶难测。可是既然来了，我就绝不会回头。主人，发话吧。那个西明将军住处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你们听好，如果这次我死了，你们谁拿到佛骨，谁就是我阿爸的儿子，可以继承领地，拥有牛羊牧场。如果我这次没死，你们谁拿到了佛骨，我就是他的女人，跟他走到天边，为他生儿育女。你们听清楚了吗？愿为主人去死。我金珠若有食言，犹如此剑。好像又增加了护卫。哼，这是好事啊，说明佛骨就在里面。对，怕是要有一场恶仗啊。就是鬼门关，我也要闯进去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天黑以后。君们，皇上的奖业也下来了，供奉的日子也定了，你怎么还那么不安呢？不瞒你们说，我这左眼皮一直在跳啊！您怕什么呀？你说呢？还是担心那些追来的人？这不是已经增派了大内侍卫了吗？你们也都知道，你们也是跟那些人打过交道的。那些土著，咱们念的书他们没念过，个个二目圆睁，认起瓷底来，命都不要啊！哎。那个李大护法不是做过去咒的法事了吗？法事？法事管个屁！刀尖上填写的时候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要是法事都那么管用，派几个和尚镇守西北不就完了？还用兵干什么？这个地方待不得呀！再坚持1、2个晚上，半个晚上我也害怕。那找个地方躲躲，反正不能留在这里。去哪儿啊？哎，到城里最热闹的地方，找个最不起眼的客栈。妙啊，大隐隐于市。门前照留10名侍卫，不要动，造个假象。天一擦黑，咱们就从后门离开。来，这杯酒我敬你们。
敬主人。有人吗？有没有茅厕？喂，抓我没用的，你放了我吧。我内急啊！你再不放我就自己解决了。什么声音？放了我！好像是那个小白脸，我去看看。我要上茅厕。咻，有人吗？哎呀，很好笑。听着，我们不是杀人越货的强盗，抓你来是为了取回我们的圣物。我明白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佛骨不在你爹手里，所以你可以走了。啊？走？真的吗？无理之处，请不要怪罪。不会是耍我吧？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落在地上，都是一块坚硬的石头。我忘了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呢，这很健忘的，有失忆症的，我看见什么都不会说。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走吧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哎呀，怎么还没消息啊？哎，老爷，怎么样？有回信了吗？还是没有。哎呀，那个红布条已经挂了整整1天了。再等等看吧。没人，快出来！走，军们，走，啊，快压脚！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，快快快！奇怪，怎么一点人声都没有？你们分头去找。好，是。进去，走，走。主人，抓住个家丁。人呢？说，已经走了。那佛骨呢？也带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别！我只知道，来的旨意可能是给皇上送去了。有人闯寨！怎么办？别让他们主人，跑了！我们被包围了，怎么办呢？围起来！冲出去！是。军门，军门，怎么了？刚刚得到消息，果然有人闯宅。多亏军门料事在先呢。现在呢？没事了，打跑了。光打跑了不行啊！我已经知会了9城巡防和步兵统领衙门，以乱匪进京论，明日起大搜捕。军门，这次，回军门，内廷传了旨意，明天5时上谕宝应寺，让您当面向太后敬奉佛骨。好啊，军门，这回你可真的要大大的风光了。
哎呦，光看贼吃肉，没看贼挨打呀！否极泰来嘛。不能光受罪，这回我也该出风头了。哎，叔父爷，叔父爷，有福之人不用急啊，人也出吧，功也出吧，真乃无事一身轻啊！哎呀，呀个配的，拉完就饿呀！哎，驴肉，河间驴肉。哎，这是要钱的。我知道这个要钱的，你除了这个还有没有酒啊？正宗的南路烧酒。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来1斤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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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哎，别是撕票了吧？我觉得这些人不像是图财害命的人。你见着了？要我看，他们能不远千里追佛骨进京，应该是礼佛心诚的人。哎呀，哪个庙里没有花和尚？哎，你倒想辙呀！哎，您去哪儿啊？我到大街上喊去。这大半夜的，要是不回来，谁也别想清静。哎，小魏魏，你们怎么？你怎么了？怎么都还没睡啊？喂喂，你没事吧你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这样你？没事儿，我100万雄兵在胸中，有什么事儿？爹。皇上起驾！落将，亚将。皇上，沿途事宜都安排好了。顺天府已经颇街电道，昨天5更就进了街。宝应寺那边也早就派了人，一干信众都已经回避了。太后起驾宜轻车简走，不要惊动太大。已经传了皇上旨意。哦，对了，九城巡防今晨送报说，昨天晚上有人闯了客军门的宅子。什么人？还不知道，大概是一伙毛贼。巡防兵卒围上以后，跟他们小有接触，对方就全跑掉了。那佛骨呢？客军门提前做了防范，没住在那里，佛骨无恙。柯勒俄还算有点心计。今天的赏赐名单拟了没有？啊，主子过目。怎么还有李卫？他毕竟是护法。什么护法？朕不过是开销他一下而已。哼，护法，他还护法？朕险些赔了银子，供他去游山玩水，还赏赐，划掉。哎呀，这觉睡得真香啊！老爷，母亲起得真早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，一闭眼睛就是佛骨，四周啊都是五彩祥云。这是佛祖给母亲托的梦。是啊，能迎回一颗佛骨，还能亲眼见见，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。老佛爷，这是您的造化。下边的人这回也都卖了力气，照例是要有些赏赐的。是，名单已经拟出来了，请母亲过目。
佛骨不是天天能赢的，这是个好日子，别小气了。哎，怎么把李卫给划了？这回他出力不多。哎呀，10个手指头总是有长有短，可都是有用的。事关臣子，不能现使现报，要不怎么收拢人心呢？母亲训示得对。加上吧，人多了也热闹。是。走吧。太后起驾宝应寺。不恒，臣在。再把李卫加上吧。哎，是。主子，也让他到庙里去。去就去吧，外边站着。内廷传旨，让您现在赶去宝应寺。干嘛？还有我的事儿？皇上太后要在宝应寺迎奉佛骨，您还是大护法呢。这，贵才相信呢。哎，老爷，他们还说要行什么赏赐啊？还赏赐啊？要真露了馅儿，那可就热闹了。哎呀，您管他呢，谁爱穿帮谁穿去，反正也没您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咱家少爷平安回来了。一个虫吃的牙当成佛骨，还煞有介事的举朝迎奉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嗨，爱怎么收场怎么收场，死活有他克勒阿顶着呢。我看那家伙不是什么好鸟，真要是出了事儿啊，您躲远点儿，有多远躲多远，别见自己一身血就行。哎，猴崽子，你都练出来了啊！少爷，哟，雄兵百万醒啦！干嘛？你不是醉糊涂了吧？昨天晚上一家人都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一句没记住？哎呀，昨天的南路烧酒，一家人为了你差点没急死。老爷把偷天换日的本事都使出来了，你倒好，来个醉八仙。行，你要真喝死了，算全家都太平了。哼！哟，我这不是清醒了，还碰到你这只乌鸦说什么鸟话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罪孽，那是伸手就可以碰的吗？一身驴肉味儿。耶，哎呀，奶奶鼻子真灵啊！哎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这盒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张嘴就造孽呀？能管那叫东西吗？那不是东西是什么？哎，这个也是东……哎呀，昨天晚上，那么多人围着你，跟你说了好几车的话，你都忘了？哎呀，昨天晚上是那南路烧酒特别烈，我只喝了一点点，就天旋地转，找不着北了。就那么大出息，还不如让人把你弄走，有多远送多远。你爹为了你呀，把仙人摘豆都用上了。没事，你用功，别在这瞎胡扯。对啊，奶奶你也知道我是个很用功的人。一个有上进心又很用功的人呢，多多少少都有点好奇心呐。你就告诉我，里面呢是什么呢？这里面是你爹为了去赎你偷换回来的佛牙。对我这么好，那么大仁大义，我起码也应该帮人家做点事嘛。佛牙，我说奶奶，为什么这玩意儿就老放在你屋里啊？漱漱口去。
什么这玩意儿啊，越说越不像话。你就不怕下拔舌地狱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那是佛牙啊！对，这佛牙是不是不应该放在您屋里呢？不摆我屋里摆哪儿啊？摆你屋里啊？我是说，这佛牙它不是咱们家的东西吗？干什么？是不是应该还给人家嘛？还给谁呀？还给……你玩过牌没有啊？啊？懂规矩吗？不管是神赌神偷，还是小打小闹，既然出了老千呐，就一辈子不能吐口。人都说当贼的不用打，3年自招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是傻贼。咱们老李家没出过那么傻的人。你要我把佛骨还回去，是还给皇上呢，还是还给帮你的那些人呢？哎，你睡醒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是说，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，是不是应该？以前不是，现在是了。啊，这怎么行啊？我已经想好了。我先供奉他7期49天，到了日子，我把他送到宝应寺去。我以前总觉得，我生了你爹那么一个人，我这辈子啊，也总算干了一件对得起李家祖宗的事儿。真没想到，这有生之年，我还能给宝应寺迎来一颗真正的佛牙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不但这辈子啊，就连下辈子都有说法喽。这没道理。什么没道理啊？我是说佛牙啊，不许碰！想念佛，就陪我念一遍《金刚经》；不想念呢，找凉快地方玩去，别在这瞎捣乱。你是不是没事干呢？到街上给我买俩油饼去，我还没吃早饭呢。好啊。君门，君门，什么事儿啊？又什么事儿啊？甭害怕，没事儿。哎呦，我睡着了。天都亮了，内廷派人传来话，皇上和老佛爷已经起驾，让君门直接到宝应寺。护驾的大内侍卫也都到了。好啊。哎呦，娘的，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好了，今天啊，您只要把佛骨往御前一递，这就算万事大吉了。啊，阿弥陀佛！再不递，我都快成佛骨了。把这个交给侍卫吧。别，这玩意儿是我的半份身家性命，谁我也不放心，我绝不能离手啊！街上安全吗？您是担心那些来抢佛骨的人吧？啊，顺天府已经画影图形，9成之内严加搜捕。好，更衣。主人，我没用。主人，我们有罪。大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流血又怎么样？我的血应该都流光。主人，我对不起你。大哥，没出息的东西！我们土司家的勇士不能死在自己刀下。诺言成了空心话，上天也不会收留的。主人，您放心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会放弃。
佛骨如果真的进了皇宫或是什么地方，再想找就难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是人能出入的地方，就拦不住我。救！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京城里面到处乱哄哄的。主人，西宁将军向顺天府报了案，现在全城都在搜捕我们呢。哼，有胆子就来吧。这是谁啊？哦，你说他呀？他是叛匪，溜进了京城，还闯进了客军门的府邸，上边正张榜缉拿呢。走。叛匪？你怎么会是叛匪呢？只是拿回被人家抢走的东西，怎么算是叛匪啊？不，我不能不管吧？你们大人，我也应该大义啊。你们有难，我应该出手帮忙啊。我不能袖手不管啊。可是凭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怎么能帮到你们呢？来吧，拔牙嘛，来吧，看见没有，冲刺鸭呀！奶奶，有饼，饼啊，放到桌上去吧。哦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奶奶，坐。来，有饼。哎，你要不要来一块？不要，我吃过了。老太太，煲汤的药材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是不是现在做？不行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别乱碰我东西啊！我不会的。